那么太阳中风的发热啊，我们后面会讲到第12条的时候呢，会讲到它是息息发热，瑟瑟恶寒，息息汗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息息发热，这个息字，大家可以看到息上面一个禾，下面一个羽毛的羽，所以这个息息发热它就是禾羽。禾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母鸡孵蛋的时候合住羽毛所产生的热度，就是息息发热的这种程度。一般来说啊，就是在37度5到38度左右啊。那么有一些养殖场，它现在不用母鸡母鸭去孵蛋，那那个效率太低了，它就是用那个灯光去一照，那就维持在那个温度，那蛋放在那里，它自然就孵出来了。我看网上有一些人很无聊看直播，看啥直播呢？就看那个鸡鸭咣咣咣咣从那个蛋里面孵出来的那个，就看人家去收鸡收鸭去捡，一个一个去捡啊，看得很解压。那这个温度就是37到38度。欢迎您关注 W 叉公众号邱医生说，提前解锁后续内容更新，进入讨论互助群，获取签名版课堂讲义。